花莲山区昨下晡上大雨，造成土石流淹过铁基路，好人到中直之间双向拢未通。经过透明抢修，目前这土石是拢已经清除。不过因为高压电条还未修复，电车无法度行，敢若会当靠柴油车来接送。 这是台铁477处 EMU3轻新竹公号，昨下晡4点10分左右，调伫北回线惠德磅坑甲清水磅坑之间的情形。车顶因为无电，规个暗暝蒙，嘛无冷气，乘客大概是拢真惊吓。我们遇到暴雨，整个铁路的电缆断裂，我们被卡在隧道里面，整台车完全没有电力。 所有的人困在这里，没水、没电、没空气。现场部分的高压电力条因为水泵线受损断，电车无法度行。台铁改派柴油车接旅客登去花莲，而且派人透明修理。不过电力还是还未恢复，旅客目前敢会当伫和平站搬柴油车。现在已经不能供电了，所以让柴油车接驳。那会不会对你们时间上更长？会啊，会长一点啊，可是至少会到达目的地啊。 台铁表示，经过透明修理，东向小清水溪桥去互土石引起的铁基路已经清理好势，不过高压电条要需要时间来修复。所以我们预计晚上8点以后，我们再用客运接驳的方式来把路线腾空出来，让我们的电力人员可以进去架设我们的电车线因为477车厝新竹公号调伫现场，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。花莲县长徐正伟认为，台铁应该要负这个责任，尤其台北到花莲车票钱起这么多，应该要重视相关安全的措施。赶快对于铁路双轨电气化，还有我们整个铁路高架、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，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，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。 台铁强调讲，目前敢会当以柴联车来接新城甲和平之间的旅客，因为电线看好了后，还阁要试运转，按算上紧20载起，才有可能会恢复正常通车。公司新闻，花莲报道。